15的 CMOS 是14的，15的 Pro Max 是17 S7，所以说也就是以前的14。好累。累死我了，好久没看你往今天见到你本人了，就像以前那些一样。有吗？尽量吧。不行的话就算了吧。尽量吧，尽量吧。这样吗？嗯。 OK。他比你是吧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还有下来。他比我瘦，他显高一点。怎么接好看呢？给我啊！怎么接好看？他们是怎么接的？吴京，这个帮我提一下，这个怎么记的？你们？哦，这样啊。你看头发好。吴京搞个卷毛，有点冷。以前的正常的头发，现在都烫了。我手机拿到了2、3年就到了。3天了还不过来。 好了，准备走了。哎，跑了，用中跑了。他去罗马里面去看去了。苏拉的手机响了。你手机响了，你手机响了。大小一看嘛，他是讲究用啊，就真的用啊，好亮嘛！你看他那个手机下面屏幕摔坏了嘛？你看嘛，像灯泡来用，是吧？好亮，很亮的很，现在好的很，就翻15，2万了。哦，那个，本来你就一直比较多了嘛。你回来再到
成都的时候17000。哦，扎西拉不练过好多次，他一直在成都，我这个手机就放一个嘛，就是试一充电宝试。你有是吧？有啊，你试试时现在间。能充吗？14。14。哦，有电吗？我现在有电，有电。现在都要起步。又要调这样子嘛，你而且那边高的，我这边矮的。然后那个我从这拍可以。不行，这挨拢一点，挨拢一不好意点。思，不好意思。太小了，这竖平的嘛，还横平的那就。这样拍嘛，这样拍。从上他面下去。昨天跟推开了，他嫌矮了。从上面往下拍。那他就在后边嘛。我就这里嘛就可以了嘛，就这里来嘛，不上来不完。对，你不要推的太凶了啊。不要这样过去。可以。来好。一个长，今天，哎，我的电话好几个了，还亮一下就可以。等一下，车子。对，车子来了。脚架。来，不笑，坚决不笑。你这里来我就跑过去，哎，他叫慢嘛。我这里再矮一点。还要拢一点。哇塞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要爆炸？他只翻屏幕。西藏高桩跳上去，跳6分钟啊！等一下，我车子要过。啊，停免费车的，啊，全面早上去，这不收钱。铁树坪。我要断了，没有那么累哟，我要断了。没有那么累。刚刚不是开下来抓兄弟，差不多快把多赶紧收拾，赶紧收拾。好，走了，来，忙。说到这手机，看嘛，一直在下面好亮，看吧。那就走，这边谢谢。
模样每一个1.75米高不高？不知道。他1.75米高，小的吧1.6米多少来着1.75米，1.75米。差不多的，不能再高了20米，真的。哇，好闪好闪！当手电筒在用那个手机。走。没事。好，转一下。对，往这边走。对。好，转过来。太臭了，抬起来。对吧？怎么放上？来吧。你那花太大了，有点大。这属于意外吗？没有，一会儿得付，说不清楚。真的，那个手机就地不缺，心地不来，心头不来，就地不缺。来就来个最新的，哇，好亮，看到没有？你顺着这直线走哈，因为他的手机嘛，现在面带笑容哈，闪一闪的。面带笑容。就是高了一点，是这样吗？不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对。好，随便。你放前边来，还是放矮一点来？正面，对，哎，对，好。这样吗？对，好，可以。走慢一点。不影响，走慢一点。哎呦，等一下我把你那个苏拉的相机。转身。对，转圈。再转一圈。笑笑的。哎，好。好。好的。好。然后这样。可以。粉色吧？我靠，手机差一点。我对白色和粉色有问题。是我眼睛有问题吗？